一类的题目是描述叙事类，包含请你用口语描述或介绍某一个人物特色，或者你要在题目的情境中说明你的规划策略如何应变，或是请你陈述做某一件事的动机或理由等。首先，我们来练习人物特色描述的回答模式。对象可是题目要求说明你们的关系，加上它的特征1、特征2、特征3。请用記記化修改親好嘅朋友。套用回答模式後，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我班上有一個同學，按做阿敏，佢上來東高台，但目鏡只會打籃球，係我親好嘅朋友。我們再多練習一題，請用記記法同阿妹修改，讓同學阿力佢做班長。套用回答模式後，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阿力係我哋班嘅班長，也頭腦冇當場，做事情都認真，係我同班後親好嘅朋友。我們還可以這樣回答：阿力係我班上嘅太上蓋，佢講話動生氣，從菜同人睇笑，係我同班上親好嘅朋友。